来看台电上新的评估，核电厂退役加核废料的处理是需要4774亿，比顶一届的估算又搁加出45亿。也毋过台电嘛强调讲，这毋是上落尾的数字。台电目前嘛在规划高放射性的核废料最后处理的地下实验室，伊讲嘛要100亿的经费。总统大选的时间愈来愈晚，各参选人的能源政策持续受到关注。民进党总统参选人郭文哲最近提出2.3%能源的比例，核能爱占1成。不过经济部表示，事务上面临的挑战是真大，配合各项的主张并无改变。核能的废料的处理是面临相当大的一个复杂性，以及需要去解决的一个挑战非常大。那另外一个部分是民意的一个对于核能的使用，事实上也有很大的一个疑虑。非核家园的一个这样的推动的工作，以及这个目标是没有改变。经济部早起起立法院报告113年度的预算案编列的情形，其中用来处理核电厂除役、甲核废料处理核后端基金，经过台电上新的评估，主要4774亿，主要是因为通货膨胀，所以比进前加45亿。主管核能事业部的台电副总经理江福添表示，经费还阁伫审查当中，无方便公开。不过，其中上大支出的项目，高端最终处理差不多有甲1200亿，按算规划地下实验室，经费嘛要上100亿。目前为止，在地下实验室的规划，我们是有放在原来的计划里面，都有涵盖在里面的。因为全世界在做高放的最终处置。那他也应该去做一个地下实验室的一个工作。高放射性的废弃物要安怎处理，也是国内一大难题。台电参考芬兰、瑞典、法国、日本等等国家的数据，规划高放射性核废料最终处理场。不过，这其中需要地下实验室来验证当地地质等等的条件敢有适合，要起步也是真大的考验。记者综合报道。